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真係好多年冇嚟參加香港金像獎，所以今次好開心，亦都好多謝大會邀請我嚟頒獎。雖然我今日咧係冇入圍，淨係嚟頒獎，不過咧我都有少少緊張同埋有壓力㗎，因為我自認咧我嘅廣東話就唔係咁好嘅。我就一直都好驚自己將最佳講成最佳啊，所以咧我就希望一陣間如果有啲咩講得唔好，請大家多多包容。你唔使驚啊，我都好得你唔係幾多嘅咋。金姐姐，今晚咧我好高興咧就可以同你一齊頒呢個最佳導演啦。因為大家都知道你係金像獎嘅常客，已經提名過11次，真係好犀利。咁你同咁多導演合作過，喺你嘅眼中點樣嘅導演稱得起係最佳導演呢？我立即去諗到啊，即係楊德昌導演啦，即係我就好榮幸，多謝楊德昌，多謝你。即係我好榮幸同楊導演咧合作4部戲，咁咧佢就令到我好記得啲嘢咧，真係幾特別嘅。即係譬如咧，嗰4部合作咧，佢俾咗個劇本我之後，到我哋開拍啦。咁佢從嚟都唔會同我溝通話你嗰個角色係點啊，或者問我你將會點樣演繹㗎啦咁樣。咁樣，咁仲有喎，喺現場我哋拍完每一個 take 啊，我從嚟都唔知道我自己做得好唔好㗎。哇！咁你咪好驚，好大壓力，簡直就恐慌啦，係咪啊？就話俾你聽啊，我哋第一部戲啊，我哋牯嶺街啊，即係有一場戲，佢就話嗱，你而家入房，咁你坐喺個床度，咁你就開始諗嘢。我話 OK， 但係佢冇同我講要諗乜嘢嘅，咁我又唔敢問啦，當然，咁啊 action， 咪入房，坐喺個床度。咁啊諗，哇諗咗好耐都未 cut 嘅 ，cut， 咁樣行過嚟啦，佢說燕玲，我看得出來你很用心地想了很多東西，我們這樣子，我們再拍一個，你不必想那麼多東西的 ，OK， 咁 action two 咯喎，我哋行入去又坐低開始諗嘢，咁諗一半啦，跳住諗啦，係咪 ？cut，OK， 望住佢，這樣子，我們現在最後一個，你再來一個呢？什麼都不想。我拍咗3個 take 啊，O 唔 OK 啊？最後一個 OK， 咁問題係我到而家我都唔知道佢要我諗乜嘢啊！仲有啊，佢都冇問過我諗咗啲乜嘢啊？知唔知啊？所以咧，我覺得一個叻嘅導演咧，係最緊要你哋自己知道你哋自己要乜嘢就得㗎啦，唔使溝通嘅。咁呢個真係都好考驗導演同演員之間嘅信任啊！我對佢有200%嘅信任，係我嘅幸福。咁我哋不如睇睇片咧。我有少少嘢想講先。我覺得如果可以遇到一個發掘自己潛能嘅好導演咧，對演員嚟講係好大嘅幸福嘅。所以咧，舒淇導演，你啱啱拍完女孩喎，又攞咗好多獎，你幾時拍女人啊？我等你喎。阿媽都得㗎，阿嫲又得啊，知唔知啊？好，咁我哋跟住落嚟咧，就睇下今年嘅最佳導演嘅入圍片段。榮獲提名最佳導演包括舒淇女孩。你哋做呢啲任務，揸住呢個時間先。做代志抓住報告去上便當，然後在後面已經走啦。吳啟忠世外。小妹，呢1千年，無論你去咗邊度，我都會揾到你。梁柏堅再見 UFO。
李子俊、周文瑜，私家偵探。我係一個私家偵探，我嘅工作就係發掘秘密。做咗呢行20年，有一種秘密係最脆弱，情感背叛，俗稱出軌。陳可辛、韓遂、張元龍原案。再見 UFO， 梁柏堅導演。梁柏堅首次入圍最佳導演就成功奪獎。多謝金像獎，多謝大家投我呢票。做咗導演30年啦，已經1996年開始做導演，不斷嘅起起落落，浮浮沉沉。相信大家好多做導演嘅同業都有咁嘅經歷。咁但係有希望啊，有希望你就唔好放棄。得到呢個獎，我係好多謝我嘅屋企人，我嘅太太。做電影呢行唔容易啊！尤其是做導演，佢嗰個待業率咧非常之高。喺最困難嘅時候，有3年冇電話冇工作，咁啊太太即係輕輕咁同我講：喂，諗下入去公轉啦咁。咁我冇理佢啦，咁啊繼續俾我一路係咁浮沉落去。咁啊呢個獎係有一半係屬於你嘅。咁我亦都多謝我嘅女，因為我創作我做呢個工作嘅時候，心裏邊有一個想法就係話，我一定要令我下一代驕傲。我拍嘅戲一定要令下一代係覺得係值得睇嘅。多謝你。喺呢度，亦多謝，亦都要多謝一路係帶住我嘅吳宇森導演。我係由實習場記、第2副導演、第1副導演，跟住做執行導演、做策劃、做編劇，都有成唔知幾多年，好多年啦已經，太多年。佢冇話俾我知應該點樣做導演，但係喺我跟住佢呢10幾年裏邊，我觀察，我從佢身上我學到待人處事，點樣尊重一部電影，點樣尊重每一個鏡頭，每一格嘅鏡頭。咁呢個我到而家都非常之受用嘅，亦都係非常之多謝呢個徐克導演。我雖然冇同佢做過正式嘅副導演，但係喺佢公司嘅幾年裏邊，我係學到好多題材係可以發揮嘅，即係佢係千變萬化嘅，俾咗好多嘅 inspiration， 好多嘅啟發。最後多謝阿錢小慧，我嘅同學。亦都係呢部戲嘅監製，亦都係呢部戲編劇
同埋江浩恩，佢俾一個好好嘅劇本我。呢個劇本係非常之難得，係講香港人嘅故事。好耐我都冇睇過一個咁好嘅劇本。多謝你，亦都多謝再見 UFO 嘅無論台前幕後每一個成員，佢哋都好用心去拍一個好好嘅電影。應該仲有好多人多謝，不過我實在係講唔到啦。多謝。